今日分享善旅行，用一場善意之旅睇見另一面世界。開心夢旅行係一項獨特嘅公益旅行，參與者自負成本並捐贈，所有善款直接支持困境學生嘅教育成長。通過一場與受助孩子嘅同行之旅，以陪伴予以關愛，以旅行啟發夢想。開心夢旅行由智行基金會主辦，已持續20年為智行困境學生募集教育資金。每一場活動都係善長們同智行孩子們相互溫暖嘅旅程。善長們到達旅行地嘅當晚，將有一場特別嘅歡迎晚宴。主辦方智行基金會和善長們分享智行嘅背景與理念，介紹受助學生嘅發展與現狀。活動第一日係善長們同孩子們嘅相遇，係初相識嘅破冰，大手拉小手，一起做遊戲，相互熟悉，為接下來嘅同行預熱。隨後，善長和孩子們搭配分組，同行參觀名企、高校、名勝古蹟等等。在這期間，孩子們會從善長們身上感受到關愛與支持，增長見識，獲得力量。善長們亦能近距離咁接觸到一直以嚟所支持嘅孩子們，了解佢哋嘅內心世界，睇見孩子們奮發成長嘅希望。週六嘅晚上，善長同孩子們將進行一場別樣嘅晚會，名為天才表演。呢場晚會喺歡樂幽默、溫情有愛嘅氛圍入邊，見證咗善長們嘅殷殷期待，為孩子們插上夢想的翅膀，亦有着孩子們對善長們的感恩，為每一位參與者留住一段溫馨、歡樂、充滿愛同感動嘅時光。20年嚟，開心夢旅行善長們嘅足跡已遍佈全國16個城市，帶領無數智行困境學生看世界、傳承愛、夢未來。參與智行善旅遊系列嘅開心夢旅行活動，既可體驗另一種人生，亦係實踐公益善心嘅暖心選擇。誠摯期待你嘅報名和參與。今年11月，開心夢旅行將落地杭州。智行將以專業嘅員工義工團隊，全心全力為善長和孩子們帶嚟一場美好嘅相遇。2025年11月7號到10號，等我哋喺杭州相遇一份溫暖與感動。開心夢旅行，期待你嘅同行。